师叔，黑石山洞口已经全部坍塌，里面全是黑烟，进不去了。燕红，师叔需要运功疗伤，你先送师叔回去。可玄火剑怎么办？你先别管了，我在想办法。你先送师叔回去。好吧。 尝一尝吧，我刚做的。不知道。怎么了？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？小凡，为什么我失去记忆了，你会像我爹、秦无言他们那样隐瞒我呢？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，你就想让我都忘记吗？ 离开胡岐山的时候，我曾经也想过，如果我们忘记发生的一切，甚至没有相遇，是不是心里就没有那么难过了？彼此都可以活得更加轻松一点。可是，命运真的是一件很古怪的事情。既然不能让我们在一起， 又为什么让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相遇？不过我心里还是挺庆幸的，因为你忘记了我，就不会那么难过了，挺好的。好个鬼呀！我差点杀了你。若是命运使然，让我死在你手上，也算是成全了我。 所有美好、痛苦、悲伤的回忆，都在我的心里。唯有一死，才能够解脱。你是不是傻呀？ 是啊，打从认识的时候，你就说我是个傻子。可是你喜欢的八字盘，就会拿吃的哄我。我不能时时刻刻的保护你，也没有办法给你任何承诺。我只能做这些了。 小凡，其实，在我们小的时候，我们就遇见过。
在草庙村那个山洞。我真是一个傻子。那天你在海边的时候，你突然抱着我哭了，我从那个时候就应该知道，原来洞里的不是小狐狸之类，是你。嗯，我娘是天狐一族，那我也算是半个狐狸吧。如果我可以早一点回去救你，说不定我们从小时候就认识了，那该有多好。我觉得冥冥之中好像有一根线系在你我手上，即便我们小时候没有遇见，但是我们长大了同样还是会遇见。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遇见的情形吗？当然记得，在青云山下的河阳。那个时候，你骗走了我的灵草，还用假石头唬我。我想这个女孩怎么这么古怪，什么来头？你是青云门的人？你谁啊？为什么拿石头骗我？赢钱收气，当面点清，过后概不负责。之后我们在碧火天冰湖又遇上，那时候把鲸鱼错认成是小时候救我的你。你先给我出去。哦。喂，这花开的好好的，你干嘛把它给折了呀？我把它折了是他的福气。你看看，他都流眼泪了。流眼泪？我第一次听一个大男人把露珠当成花的眼泪，真是可笑。那时候你还傻傻的。山海院我只是摘花，你竟然会跟我说花会疼，会流泪。那个时候你也挺鲁莽任性的。那还不是被你气的？空桑山、定海庄，哪一次不是我救的你啊？是，要是没有碧瑶少主，小人早就没命了。你怎么学野狗说话呀？不过你们都笨手笨脚的，还是蛮像的。哪里像啊？野狗他还在鬼王宗吗？嗯，在于都城蹲点呢，整日泡泡茶，做做点心，日子比我们悠闲多了。不会吧？当然会啦，本少主调教有方，哪一天让你们凑一桌，你可以教他做包子呀。哎，还有那个烤兔子。兔子？怎么样？好吃吗？嗯，好吃。你喜欢吃啊？以后我每天烤给你。那个，能不教吗？好。还记得那天你靠在我肩膀上睡着了，后来我也睡着了。我多希望我们两个人就一直这么靠着，永远都不要再醒过来。我也是。
小凡，事情都已经结束了，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先离开这里再说。离开这里，去哪儿？小环已经找到了，玄火剑也失而复得了。师姐都知道了。我猜，就在你身上，6位给你的，对吧？不过这我并不关心，给不给李寻也是你的事。我只是想问你，可否还记得回师门的事？我当然记得了。师姐这么快就要回去了？我是在问你，什么时候跟我一起回师门？还有，焚香谷迟早都会知道玄火剑在你身上，到时你打算怎么处置？师弟，鬼王在复活兽神，师姐你知道吧？他想方设法的想要得到玄火剑。玄火剑可以克制兽神，如果这个法宝落在焚香谷，便有了目标。鬼王不是明抢就是暗偷，总有一天会拿到它的。是这样，可是碧瑶不会告诉他爹吗？而且这样会给你引来危险，不如暂时交给青云，由掌门定夺。我不是不想回去，而是不能。张小凡，哎，小凡，见信快逃，避开信使。无论如何，都不要跟前去带你的人回青云。受人之事必有蹊跷，待你师父调查清楚后，方通知你回山。别的事情，容后再议。师姐明白了吗？苏如师叔说事有蹊跷，什么意思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我觉得这里面一定有问题。为何不早点告诉我？师娘说了，这个不能给别人看。那你为何现在告诉我了？我知道师姐是个有原则的人，但我觉得你并非完全不能变通。咱们并肩作战，共度生死，我不必瞒你。可你还得跟我回去。不过我会跟掌门分说，相信我，掌门不会怀疑你的。我一定会回去的，但是有些事情我还想弄清楚，再给我一点时间。小凡，你要去哪儿？他都记起来了。放心吧，我不会再让师门失望的。有些事情我想问清楚，问完了，咱们就走。我还以为你会像上次那样，不会来了。上次是我失约，对不起啊。为什么不进小池镇啊？约在这儿。这满月井有3000年了，一说则是满月时分，从这里往下看，就能看到自己最喜欢的人和事物；二则是说月圆之夜，以虔诚心愿，俯首望下，必定能够得偿所愿。你相信啊？我的命，我喜欢的人或者我喜欢的事物，都由我自己去争取，怎么会信一口井呢？不过马上就要离开了，今晚又是月圆，所以我就过来看看，想看他究竟会告诉我们什么。快过来坐吧，再等一会儿，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。我也有很多话想跟你说。
可是每一次话到嘴边，又不知说什么。你还是和以前一样呆。你真的愿意把它给我？既然你想要，我为什么不能给你？不过你要答应我，不能把它交给你爹。算了。你又生气了？我在你眼里就那么爱生气吗？小凡。不要回青云门了，我们一起走吧。找一个没有正派，也没有魔教的地方去。碧瑶，我以为你会说，我们一起回呼吸山呢。你爹、幽姬，还有青龙，他们没关系吗？你愿意跟我一起走吗？放下你的师门，放下兄弟，还有朋友，还有师父。对不起，碧瑶。我就知道是这样。不是。既然你愿意离开护旗山，我自然也愿意离开师门。只不过，即便我们离开，要面对的事情也远远不止这些。如果真的有那一天，也是在兽神之患解除之后，世间不再有杀戮的时候，我有时常常在想，如果有一天你问起我这个问题，我该怎么回答？草苗村的灭门之灾，师门的养育之恩，我都可以自私的放下。可是兽身复活，关系天下的苍生安危，既然第一卷天书选择了我，我就不能够逃避这个责任。如果满月锦告诉你，我们最后会在一起，等结束之后，你就来找我好不好？如果未来真像你说的，那这个赌注还有什么意思？也是，我突然不想看到未来了，随缘吧。
小凡，你看到？曾叔叔，黑石洞你与张小凡包庇狐妖，伤我师叔，这笔账咱们改日再算。如今黑石洞坍塌，玄火箭多半落在阵中，你若不把它交出来，我就把这镇上所有的妖怪全都杀光。你敢？有我在，你休想动他们分毫。妖怪本就该死，你这半人半妖的怪物也敢替他们撑腰？识趣点就滚开，否则别怪我连你一起降了。李寻，你真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。当初在沙漠里头，要不是石头从马贼手里救了你，你早就死在那儿了。当初是当初，如今分明是你们刻意隐瞒。玄火箭乃我焚香谷至宝，我自然要追查到底，不能任其旁落妖怪之手。我说了，玄火箭不在我们手里，他已经跟六尾在黑石洞里陪葬，有本事你自己挖去啊！黑石洞坍塌之时，你与张小凡就在那六尾妖狐旁边，玄火箭分明是被你们藏起来了。哎，就你那破玩意儿，也只有你们焚香谷才会当宝贝好吗？我们才不稀罕呢。你不是很有本事吗？你不是能追踪玄火箭的下落吗？有本事你去找啊！周小环，你还好意思说？要不是你拿走玄火箭，我们怎么会跑到这个鬼地方来？哎，你烦不烦啊？像个老太婆似的，没完没了了。她就是个臭老太婆。你少说废话。喂，你要是敢保护他们，就是我焚香谷的敌人。出剑吧！你以为我怕呀？住手！小凡哥哥，是他们先挑衅的，还说要把小池镇的人全部都杀光。李寻，你想要玄火箭，可是不能滥杀无辜。你确定他们无辜？也就是说，你们青云弟子拿到玄火箭喽？你少拿门派压人！给我3天时间，我保证把玄火箭给你。我凭什么信你？你可以不相信我，不过就凭你们，打得过我们吗？就是，就凭我小凡哥哥一个人，能把你们全部打趴下。好，我就等你们3天，到时候拿不到玄火箭，你们谁也别想逃。我们走。哼！简直欺人太甚！人妖怎么了？人妖碍着他什么事儿了？莫要冲突，胡作老弱都要靠你，千万不要跟李寻再正面冲突。是啊，石头，消火吧。李寻啊，他就是找不到玄火箭，疯狗乱咬人，不理他就是了。那个疯狗已经逼死了大哥大嫂，要真让他拿到玄火箭，肯定不会放过我们。上次黑石洞的时候就说过，要拿什么八荒火龙把我们都烧了。不要担心，有我们在呢，他不敢。他现在是不敢，但是以后呢？我们迟早是要离开的。按我说，就不应该让他拿到这个玄火箭。哎，你们知道这个玄火箭在哪儿吗？都不知道在哪儿，想交也交不出来嘛。事已至此，只有尽快把族人都迁走，不能再待在这儿了。我舍不得离开小池镇，这是我的家啊。家可以重建，可是大家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。如今小池镇已经暴露，难保没有人觊觎，不如尽早搬走，这样李寻也不会再来找麻烦。就这么办吧，我立刻去通知族人，去找新的安身之处。我陪你去收拾东西。小凡哥哥，我们走了，李寻会找你麻烦吗？不用担心，哥哥，我自有办法应对。
你要干什么？你害死村长爷爷，还吸了那么多族人内丹，本该把你千刀万剐，可顾不上我要走了，我就给你个痛快。哎，等一下，是秦无言指使我干的，是他杀了老村长，然后嫁祸给张小凡，而且还骗我说吸食内丹不会伤了村民的性命。我一时糊涂，才相信了他的鬼话。我求你了，别杀我。那你也是死有余辜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身体里都是村民的内丹，我可以救他们。你说什么？我可以把我所有的灵力全都释放出来，帮你们恢复修为。你想，你们现在已经元气大伤了，就算是逃，也会被那些所谓的明门正派追杀的，是不是？你们恢复了修为，也就不怕再被追杀了。你真的可以把灵力还给村民们？当然可以了。我后悔不应该听秦无言的鬼话。你知道吗？我是个凡人，吸了你们狐族的内丹，我根本就无法融入自己的身体，害了你们，也害了我自己。求你了，给我个机会，让我将功补过吧。那你要怎么把灵力还给村民们？这个简单，你只要把我放开，我就可以把灵力传给他们。那你要答应我，不能再害人，害羊也不行。哎呀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改邪归正的。再说了，你们有那几个青云弟子帮忙，我哪还敢作恶呀？啊！你要干什么？拿来！那你这个小狐狸继续骗人呢？走。哼！你这恶贼要去哪儿啊？公子，我本来是想捉这个小妖怪当人质的，可是现在遇上公子，把他献给您也无妨啊。我要他干嘛？上次差点被你害死，这次岂能饶你？哎，公子，我不过是沙漠中的一个小马贼，您要我的性命也没有用啊。不过我知道，您要的是玄火剑。你知道玄火剑的下落？玄火剑现在就在张小凡那伙人手里。这小妖怪跟张小凡的关系甚好，如果要是用它去换玄火剑的话，公子，我有一计，可让你杀光所有的妖怪，一举夺回玄火剑。玄火剑可在你那儿？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为今之计，为了确保狐妖们的安全，我只能把玄火剑交给李寻了。以他的为人，就算交给他，也不会善罢甘休的。这也是我所顾虑的，所以我一定要跟石头确定时间，这边交玄火剑，那边放他们离开，否则小七他们也会有危险。以前，师尊们总会耳提面命，青云弟子当以降妖驱魔为己任。没成想，今日我们却与同道的焚香谷敌对，维护妖族。师姐，在滴血洞的时候，我看到过一句话：天地不仁，万物皆为刍狗。刚开始我以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天地万物皆无情。可是后来我才明白，天地万物，无论人、妖、正与魔，在天下苍生面前，只不过是用来祭祀的草狗，谁有比谁高贵的？6位偷玄火剑，是为了跟娘亲见最后一面；3位偷玄火剑，是为了给心爱的人疗伤。虽然他们是妖，可是跟我们人一样，有着悲欢、渴望、无奈或坚持。非我族类，其心必也。有妖必诛，遇魔必除。李寻带着这样的偏见，一定会对狐妖赶尽杀绝的。6位他们固然有错，可是他跟3位付出了生命的代价，我不能看着其他无辜的生灵再被杀害。人与妖，正与魔，自古以来夙愿已深，又如何平等对待？小凡，你可知道，你说的这些话，太有被师门教诲，太过离经叛道。我知道，
自从下山以来，我所看到的人间正道，是非善恶，何为正，何为魔？记得拜师的那一日，师父告诉我，我们青云门的职责就是要维护天下苍生。若妖是好妖，魔教当中也有善良的人，他们也是天下苍生之一。我们岂不是应该保护他们，而非无休止的仇恨、杀戮？你说的这些，也许有道理，但是我们从小受师门教诲，抚养之恩，青云就是我们的家，我们所站的立场，与肩负的责任，就不可能与魔教之人混为一谈，师尊们也绝不可能允许的。我明白，所以这一次我一定会和碧瑶撇清关系的。这话你已经说了很多遍了。这次是真的，因为我看到。看到什么？我看到我们没有未来，所以我已经想清楚了。这次跟碧瑶见面，就是跟她道别，因为我也不想连累她了。张小凡，你给我出来！张小凡，你给我出来！放他！放开他可以，把玄火剑交出来！洛爷，我已经饶过你一命，你还敢来送死？哈哈哈！想让我死没那么容易，聪明点，把玄火剑交出来，否则我现在就把这个小妖怪的灵力吸光！小凡哥哥，你不要信他的话，别管我！闭嘴！想死我成全你！小七，没事吧？没事。来。石头哥，你没事吧？李寻，是不是你在操控他？张小凡，你果然聪明，没错，就是我。因为我知道玄火剑就在那个村子里，所以我才借落野之手斩妖除魔。李寻，你疯了吗？你要玄火剑，我可以给你，不过你必须发誓，不会伤害村子里百姓的性命。果然在你手里。好，把玄火剑交出来，我马上走。玄火剑终于到手了！哈哈哈！李寻，快把玄火剑收回来！你们焚香谷一定有收回的法术。我答应你不杀妖怪，可没说不让落野杀他们。堂堂焚香谷一个正道弟子，难道还要去救妖魔鬼怪吗？你这个魔教妖女一直跟着我，你们是不是一伙的？身为名门正派，不择手段，你连妖怪都不如。你没资格说我，把玄火剑拿来。凭你，你不配。给。玄火剑已经被鬼王宗的人抢走，你自便吧。
伤得重不重？你们鬼王宗煞费周章，不就是为了得到玄火剑吗？既已得到，还想做什么？喂，把玄火剑还给我！小凡哥哥，你就这么让碧瑶姐姐走了？万一李寻追上她怎么办？我要回青云门。小七，以后要听石头的话，找到安居的地方，记得写信送到青云来。嗯，小凡哥哥，你要保重啊，有空要多回来看看我们。张兄弟，听我一句劝，你师姐是个好姑娘，你可要珍惜她。你误会了。不是每个师姐都会为师弟挡过解围的。好了，保重。哎，要抱抱我，不要占我们家雪琪便宜啊！小气。杜姐姐。我们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回去吧，回去吧。咱们回青云吧。小凡哥哥，都折腾这么久了，你和雪琪姐也都受伤了，不如先回于都休息吧。你先回去吧，我要先回青云。有一些事情，我要向师尊当面问清。一念成执着，沧海变荒漠，轮回中，我像飞鸟经过，记忆中停泊，点一盏烛火，那微光能否照亮寂寞？听雨声。